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林寶，我係香港嘅一個填詞人啦，同埋一個科幻小説作家。你作為一個文字創作者，你最重視嘅寫作核心係乜嘢呢？誒、我最重視嘅創作核心係咩啊？我諗如果寫歌詞嘅話，由於佢係一個音樂作品啦，咁啊有好多人參與噶嘛，咁我就最重視嘅就係點樣同人哋配合，點樣滿足人哋嘅要求。咁準時啊，即係質量要好，呢啲一定啦。但係嗰件事大家合作完之後咧，大家都滿意，大家都開心，呢個對於我嚟講係最緊要嘅。咁如果講到寫小説，即係而家寫戰問太平啦，咁咧從來對於我嚟講都係一個私人，我為自己寫一個好長篇嘅一份歌詞嚟嘅。咁我諗我最重視嘅就係自由同埋開心。喺你日常生活入邊咁多嘅工作咧，都同文字有關，都想問下咧，你嘅創作動力究竟係從何而來呢？動力喺邊度嚟啊？我諗即係細個嗰陣時候，由細到大都係啦。其實即係我好中意有故事性嘅嘢嘅，無論係人物自傳啊、歷史故事啊、咩媒體都可以，電影啊、小説啊、漫畫啊咁樣，我都係好着迷㗎。咁我諗我創作動力就係因為我喜歡人哋嘅創作，我成日都想自己試下，我可唔可以做到相同嘅嘢出嚟？即係唔係相同嘅故事咧？但係我哇，呢個能力喺邊度嚟咧？即係我譬如點解可以講到一個咁樣嘅故事出嚟？咁譬如話寫戰問太平，我諗入邊有好多人物㗎嘛。咁我諗都有少少係來自，即係譬如話我身邊嘅人啊，我識嘅人啊，有時會聽佢哋講佢哋嘅故事啊，或者我有時寫歌詞，我都要聽歌手講嘅故事啊。好多堆堆埋埋唔同嘅人物喺我個腦度。咁我點樣去好想有一個衝動去建構一個世界一個故事咧？其實唔同嘅人物同時間可以存在喺呢一個世界入邊嘅。咁我諗最大嘅動力就係因為我喜歡人哋嘅創作，而自己都有呢個衝動，我可唔可以做一樣咁樣嘅嘢？如果要送一句説話俾而家都想創作，但係又有少少怕嘅人，你會講咩呢？咁對於有興趣想創作但係未開始嘅朋友有乜嘢建議呢？咁我覺得係開始咗先，雖然好似好老生常談，但係其實開始咗先真係最緊要。未理自己識唔識嗰個技能，都開始咗先去摸索。咁亦唔好俾一個限期或者一個，反正你未有 deadline 呢回事，咁去慢慢去做一個作品出嚟。係啊，咁亦不妨去俾人睇下啦。我覺得無論你嗰個係一個雕刻啊，定係一個小説啊，定係一篇漫畫啊咁樣，我都可以去俾人睇下。咁同時間，我覺得做創作咧，咪你會投入好多心力喺入邊，咁就好容易將自己個人同個作品擺埋咗一齊。咁聽到別人嘅意見或者一啲評語嘅時候咧，好容易傷害。其實人哋俾個評語係個作品，而反而有時個人自己受咗傷害。但係我覺得只要將呢兩樣嘢分清咧，其實係可以客觀啲去睇自己嘅作品咧，之後嘅進步係會更大嘅。咁但係最緊要係開始咗先。剛才你有提到寫緊《戰問太平》呢本書，好想問下咧，點解《戰問太平》呢本書本身已經有存在，而你又要再推出呢個新版本呢？咁至於點解有呢個新版嘅《戰問太平》咧，咁就好簡單講，就係我對上一個版本唔滿意，係啦。咁其實我上一個版本一出完嘅時候咧，基本上我已經着手喺度慢慢做緊呢一個新版。咁我諗我最大嘅分別同對上一次就係我時間管理。個時間管理就係唔管理個時間，慢慢寫，係啦，唔好為咗趕稿而哇，即係咁寫，係咁寫，係咁寫，係有一啲覺得之前寫得唔夠豐滿嘅地方，我可以豐滿翻去啊。總之，同時個心態係定啲，係啊，去創作嘅時候係平靜啲咁樣去寫歌。咁我亦覺得自己成熟咗啦，咁當然都過咗好一段時間嘅。咁總之，我覺得而家呢個版本創作咧係有一樣嘢好得意嘅，就係永遠都冇最滿意嘅。
係啊，因為你永遠都覺得仲可以再改，仲可以再改，好似寫歌詞都永遠都仲有一個咁樣。咁但係呢一個志文太平嘅版本新版咧，係對於我嚟講係最滿意嘅。咁希望大家如果有興趣嘅話，就去今月國嘅校園版度睇下啦。